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先来关心连锁医美集团爱妮雷是逼出个人偷袭的事件。这创办人尚如山一个伊的特助加一个监视器的厂商三个人是涉嫌妨害秘密等等的罪嫌，已经被羁押禁见。也针对这个风波，爱妮雷集团要发表声明来回释的，宣布会针对要进行的疗程来退钱。目前是已经有上千的消费者做自救会要来讨公道。会当退钱的消息一日出来，爱妮咧北中南各地拢已经有消费者去办理退钱。伫咧发生有监控摄影事件了后，民众真惊吓，唔敢搁去甲交关，甚至有受害者出面控诉，已经完全失去信任，无可能搁回去接受疗程。大家都是花钱来，希望让自己更好的，那你突然报这种事情，谁来做下去？但我觉得是在没有明确告知，然后装针孔，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信任已经瓦解了。初七暗时，有20个民众去到爱妮咧棒球店要求现场退钱，受害者也做自救会。针对真相讲，员工拢唔知影，受害者真怀疑，而且受到北雄雄互人问讲敢要换内裤，互伊感觉真不安。从来没有要求过我要换衣服、换内裤、换什么。可是我4月23号回来的时候，他们有问我说，要不要换一下内裤、换个衣服？我有当场拒绝，我说我不需要，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换过。爱妮咧发生监控偷袭事件了后，引起民众的惊吓。集团初七发出声明，甲所有的消费者、会员甲社会大众好好回释咧。同时也公布全面退钱，会当先来登记，而且由专职人员提供协助甲说明。不过声明当中强调退钱敢若含也未用到的课程。爱妮咧偷袭案直直探，全台湾扩大调查，高雄卫生局人员去稽查2间店，发现一间有拆掉监视器的分裂，另外一间是伫咧治疗室发现当咧录影的监视器。行政院消保处已经受理超过250件的申诉案。依据医疗法第72条规定，落实保障患者隐私，若有违反者，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我们将在5月11日至13日，每天下午2点至5点，于市政大楼1楼开设专案法律咨询服务，现场安排律师进行1对1咨询。受害者表示，目前全台湾自救会已经有超过1400个人，大家的诉求是要求诊所爱甲村的课程的费用全部退回来。台北市刑大初七下晡去稽查爱妮咧的未来中心，检查内底敢是有偷袭的器材，也是不同的摄影设备，结果显示全部拢有符合法规，无发现任何违规的监控设备。记者综合报道。由济体育军官历史学者组成的中华军事学会是逼出领正千万的补助，说是配合中国的进行统战的宣传。咱的国防部回应讲，已经有要求袂当违反两岸条例，会搁再来重新检视敢要互因补助。另外，刘委会是指出讲，有2位咱的公务人员去中国观光，半暝却是有中国的国安人员走去甲因搬走。刘委会是搁再呼吁公务人员，无必要都唔通去中国。由真侪退役军官、历史学者、军事培将所组成的民间团体中华军事学会，地点就设伫国防部北安野区，逼出哪场有配合统战，立委点名现任的理事蒋海安，要列入48个退将接受统战宴会名单，干事贾大喜过去也要去到中国参加有统战色彩的论坛。国防部所资助、补助成立来办活动的单位，居然来配合中国的统战论述。他去年办理相关活动的时候，我们也曾经特别提醒，避免陷入中共利用所谓抗战这个议题来对我们进行认知战。国防部回应，学会有做野区，每年12月到期，这10年来预算补助对97万逐档咧减，已经发函要求学会修改组织章程，也会检视预算补助的必要性。绝对不能违反两岸条例相关的这个规定。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再重新来检视针对这个组织的功能效益。另外，中国最近扩大对台湾的渗透，上阵咱国公务人员，刘委会接到通报，讲移民署甲关务署2个科员，顶个月去中国观光，煞伫个暝时，互中国国安人员入去饭店甲搬走，问家庭成员、学经历来到中国的目的，也有工作内容。中共在事前就已经掌握这些公务人员的相关资讯，而且他的行程住哪里，他们都知道。也许你的职级不够高，官位不够大，
那不要觉得说自己就没有被人家盘查的风险。杨文杰指出，中国过去主要渗透军警人员，即马转去海巡署、移民署、地检署、关务署，拢是中国扩大接触的对象。另外，前电视台记者兼主播林心佑涉嫌接受中国的资金、漏泄机密资讯，也透过公论影响罢免案投票，互人照违反反渗透法、乌洗钱罪起诉，求刑12档，初7由警比车再去桥仔头地院审理。林姓被告有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因而预支羁押3个月，并禁止接见通信。随同一审的5名现役或退役军人，涉犯贪污部分为重罪。均有逃亡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预支羁押3个月，并禁止接见通信。个案局长蔡明干表示，个案案件过去5档的起诉率有9成6，定罪率8成5，强盗案刑度平均1档也增加到6档2个月。迄是查办强盗案已经建立全政府的联防体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内政部长刘世峰，伊的月薪是伫咧中国和台湾的企业甲私透露。咱陆委会就批评中国咧施压是无文明的底线，逼台商就爱政治表态。因为刘世峰本人也亲身来回应讲，内政部的立场是甲陆委会同款，呼吁台湾人若是要去中国，就爱三思。内政部长刘世峰和中国认为大多顽固分子卫星甘文群进行危险出伫中国大气进击。中国官媒引用甘文群的公司的声明指出，甘文群已经做到改进，各台办公无用分支持态度，或直接破坏两华关系人士伫中国投资协议。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省所在的公司昨天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其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我们跟陆委会昨天晚上所发布的这个方向跟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哈。那我也要特别提醒，就是要国人如果赴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务必要慎思哈，否则在人身安全跟财产安全呢会受到恐吓跟威胁啊。刘世峰亲身出来强调，身为中华民国政府官员，捍卫台湾国家主权立场不变。陆委会是严厉谴责中共毫无文明底线、恶意施压，也逼台商进行政治表态，将研究反制措施。它基本上是中央定调的一个政治案件啊，所以你针对江西省的制裁，我觉得是失去焦点。我们现在正在研议，从法制上面研议，然后看看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政策工具。刘世峰的外甥在大陆做生意，被这样对待，我觉得其实是不是有一点 over 了啊？这个在商言商嘛哈，在商言商，我们希望这个政治跟商业能够分开。今天支持台独已经被定义为，只要不支持跟中国统一，就可以随时被认为你是支持台独。那我们应该要一起谴责中共这样子对台湾人的言论自由的具体的威吓。陆委会表示，这案件中共用政治手段，包含禁止监管的厂商客户甲认托公司来访旅游，甲冻结伊伫当地银行的户头，或被处员工薪水、支付款项等。唯一目的就是表用谈写出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声明。甘文群为了不要互公司困扰，已经失去职务。政府的研究制度甲政策，协助被压迫的厂商甲企业反制中共。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受到风冰甲东北季风的影响，伫北部甲东半部水汽会较高，气温嘛会更低。咱做伙来看分图。今仔日北部、东半部拢会较高落雨，甚至是会落局部大雨。伫咧中南部的山区嘛有可能会落阵雨。气温的部分，北部日时高温是降低到26度，东半部是29度，因为中南部也是会热到32度遮尔啊悬。尤其是台南、高雄甲屏东是拢已经发布高温的警示，提醒南部的观众朋友要注意预防着霜。搁再来关心着这鸟鼠啊世界热所的问题，台北市环保局是呼吁中央要来建立全国鸟鼠监测模型，也要招专家学者做伙来讨论要安怎监测。不过环境部是表示讲，因伫咧2012年就已经有制定相关的作业原则，互地方来参考。也强调，若要消灭鸟鼠，应该是爱各地看实际情形来防治。
中央地方在空中在呛声，面对环境部持续建议，要正确来处理鸟鼠的问题。台北市环保局电导要求中央应该较紧来建立全国鸟鼠类监测模型，才袂互地方无物件通依循。在去到市议会做专题报告的局长池世芬表示讲，初八都会找专家学者来讨论鸟鼠的问题敢有严重，应该用科学来呈现。实际上，老鼠的监测，它的确也是一门很专业。我们近期也特别要召开这个专家学者会议来讨论，因为过去的确很少针对这个专家学者会议针对这部分。面对台北市化为环境部是提出101年就已经制定的家鼠防毒密度调查作业原则，强调这些年来是提供地方政府监测的 SOP， 但是鸟鼠的问题声音真复杂，嘛是地方看情形调整。民众的反应是最真实的哈，所以地方的主管机关，它可以根据民众的反应来加强，说哪个地方要去做加强监测，哪个地方要去做环境整顿或是投药的部分，这个都是必须采取因地制宜。学者表示，天气愈来愈热，有可能造成鸟鼠增加。最近几年嘛，观察到野外的鸟鼠每几年数量都会大爆发，甲当嘛是真歹掌握原因。才认为讲持续有效的监测，有科学依据，才当伫应对鸟鼠的问题的时阵，更加会当对症下药。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西门商圈对6月初开始要全面禁止食薰，有设置3个府也要食薰区，昨正式启用。因为针对着他拄到讲的这个鸟鼠的问题，市长蒋万安表示讲，卫生局、环保局等等这些单位会阁提出防治计划，也民众嘛会当向市府来申请斗3工。台北西门商圈因为人多阁密，二手薰四季团风险悬。台北市府为着达到无薰城市的目标，对6月初1开始，西门商圈要全面禁薰。沿途的菜牌仔提醒要食薰要到指定的区域。台北市阁打造3大复合式的食薰区，要甲食薰甲唔食薰的人分流。先选定包括西门以及中山2个商圈来推动，接下来我们也会一横一纵，也就是中华南北路以及信义路来规划几处的户外吸烟区。室内公共及工作场所必须要全面禁烟，当然这一点台湾其实还没有做到，而且他们反对设置任何形态的密闭吸烟室，在户外采取定点吸烟区的一个规划。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5月是宣导期，6月会开始取缔，希望会当予唔食薰的民众伫室外公共空间较袂受到薰的影响。各局处会结合日常巡查，各有重点的时段宣导甲稽查。这个复合式的食薰区是台北市头一个创的。另外，最近阁有部分民众反映伫街头看到鸟鼠的问题。初市透早，台北市包含卫生局、环保局等局处进行台北市鸟鼠生态即卖的状况检讨甲防治计划，市民会当向市府申请协助家家户户来预防鸟鼠。防鼠3不政策来取代全面性的投药灭鼠措施，那并在加强住宅及各类的公共场域，包含餐厅、饭店、小吃摊、市场、食品工厂等的环境整顿。为着防止旱獭病毒透过鸟鼠传出去，台北市府2月初成立跨局处联络机制，针对环境全药啊，加强派人清洁消毒、清掉炭病源，也制作防疫的图，宣导防疫的资讯，希望会当解决鸟鼠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健保署公布健保基金去年的决算甲明年的预算，指出明年会亏损818亿，佮后一年的安全准备金可能无到1个月，健保费是面临着爱起价压力。再来看《联合报》，管事部去年底要求军公教人员当年就要签2间无伫中国设置的旧结书，引起反弹。人事总处顶个月嘛讲无签就袂当禁用，但是受到立委的批评。落尾是《自由时报》。国造厂水南海鲲号进行渐行的测试，台船要公布影片，证实讲海鲲号已经成功来发射2粒超雷，因为外界是研判续落来会阁进行透明测试，赶进度要来交船。好，另外来关心后礼拜美国总统川普特别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谈，这是关系到咱印太地区的局势发展。咱的国安局长蔡明安又表示讲，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就讲到无希望讲台湾的议题，这是显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因啊国安局嘛继续来关注。江南国造海鲲号车到第8摆畅水测试，走向重大一大步。台船公布影片，证实海鲲号第1摆进行上重要超雷测试，验证是受措施作战能力。
影片显示，海军号成功试射2粒有传输拦截超雷旋气高 US-704 直升机标定超雷位置了后，海军大埔南、大河南派出参水人员回收超雷。海军表示，海军号完成超雷射击，验证战斗系统经修改选，发射甲鱼雷导控的作战停止，后续进行装备调校及乌整备。另外，总统罗清德完成访问苏瓦蒂尼，中共马上升官两化正式紧张，对台发动联合战备精神，国防部严备整合。大条攻击22架，其中18架超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西南甲东部空域，加上共6架公务船1架对台加做包围网。高局长蔡明甘针对中共军事动作提出观察指标。包括有5月中旬的川习会，以及后续520的总统就职2周年，那还有今年下半年中共例行性军事演习的时程，再加上11月份还有中共担任 APEC 的主席国，所以我们会把中共对台施压的一个样态手法结合到刚刚提到的时间节点来做一个比较。下礼拜川习会阁牵动印太区域局势，蔡明安分析，经贸议题是重中之重，不过双方有望真济政治议题，第二来尽快解决。研判川习会主要是管理，不是解决问题，未中呈现脆弱的稳定局势。川习会也讨论台湾议题，蔡明安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到无希望台湾印太发生破坏事件，欢迎美方对台政策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咧南美洲唯一的友邦巴拉圭，因的总统贝尼亚是搁再来到台湾访问，这也是贝尼亚对2023年8月就任以来第2届访问台湾，强调咱的邦谊真坚定。另外，有外国媒体是报道讲，咱的前友邦洪都拉斯因的新任总统阿苏胡拉是当咧检视前一任政府甲中国所签协议，有可能会恢复甲咱台湾的邦交。自己面对南做会活动加热，台湾伫南美洲会议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就咱国政府邀请，甲来台湾国事访问。透早到台湾，由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身接机，这是贝尼亚为2023年8月就任以来第2摆访问台湾，下步行程圆满。穿朴素衫，贝尼亚接到台湾科技大学的研究朴素学位，副总统萧美琴也来见证。进前传出中国是巴拉圭，要求甲咱断交，不过贝尼亚唔惊压力访问台湾，用实际行动证明台巴的邦谊，搁一摆强调台巴友谊坚定。Paraguay and Taiwan share a friendship built on solid foundation: democracy, freedom, 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viction that progress is only truly meaningful when it touches people.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extends far beyond diplomatic formality. Taiwan and Paraguay share a close and steadfast partnership. We have undertaken a wide range of joint initiatives that have delivered tangible results. 台巴到即马建交69年，根据目前数资料，台巴双边目前总额2024年差不多2.4亿美金。巴拉圭牛肉甲猪肉等产品，属台湾的成绩也真好。双边除了伫农业、教育、医疗甲基础建设深化合作，也协助巴拉圭技术学院培育科技人才，推动当地产业升级。总统罗清德册笔也要用两中军力欢迎，国办长贝尼亚采购大勋章，表彰其对台巴邦谊的贡献。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接见巴西总统卢拉，针对关税贸易、打击跨国犯罪，也有稀土的开发等等这几项议题来会谈3点钟。虽然双方是拢讲真顺利、真满意，不过这会后，川普甲卢拉并无做定来召开记者会，是引起外界猜想。因为卢拉是强调，川普袂影响到伊10月伫咧巴西的总统大选。巴西总统卢拉初7伫美国华府记者会表示，真满意甲美国总统川普的会谈，这嘛是2005年10月两个人伫马来西亚吉隆坡当协峰会了后，搁再一届见面。É uma demonstração ao mundo de que as duas maiores democracias, sabe, do continente, podem efetivamente servir de exemplo para o mundo.
双方经过3点钟的会谈，讲到贸易，特别是关税议题，另外也包括打击跨国犯罪、开发巴西的稀土等等。卢拉甚至当兵甲川普表示，愿意出面为美国解除对古巴的石油禁运。川普虽然伫社群大文表示，甲卢拉的会谈真顺利，双方官员未来几个月也会继续进行会谈，不过并无甲卢拉做伙出席记者会。针对巴西10月总统大选，卢拉初7伫华府强调，伊相信川普未改选。Sinceramente ele sabe a importância dos Estados Unidos. Eu não acredito que ele vá ter qualquer influência nas eleições brasileiras. 川普要想要影响阿根廷、洪都拉斯，也有欧洲匈牙利的大选。卢拉今年4月捌表示，川普任何企图拢会帮助伊胜选。不过学者认为，目前真难判断川普的想法。E a gente não tem muita clareza ainda, é difícil mensurar. Qualquer coisa que envolve o presidente próprio é muito imprevisível. 川普2005年8月捌宣布对巴西产品进口关税提悬到50%，引起两国关系真紧张。这当中也佫包括不满巴西对前总统波索纳罗法律行动的报复。不过落尾因为美国国内牛肉、咖啡、柳丁汁等等民生物资价上大起，互美国在2005年11月宣布撤销。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国际消息继续来关心，国际邮轮丰迪阿苏号是逼出有3个人因为感染到汉他病毒来死亡，专家是当咧找找这病毒的感染源。因为这只游船是对阿根廷出发的，在当地2018年的时阵就捌爆发汉他病毒群组感染，造成11个人死亡。去年6月到达也有101个感染病例，所以目前当地官员甲专家是拢咧调查讲，这汉他病毒的感染源敢是着来自阿根廷。2018年，阿根廷南部埃普县一场大型生日 party 发生汉他病毒规定感染，造成将近30人感染，11人死亡。后来发现是一种叫做安地斯的汉他病毒株。安地斯型病毒株嘛，伫即届发生汉他病毒传染的昂迪阿苏号邮轮，至少有3个病例身躯验出来。Is true for most but not all hantaviruses is that they're generally not spread between people. They're spread from rodents to the human. But there's one virus that is called Andes virus, is the name of that species of hantavirus that, as the name implies, has been found in Argentina and Chile. And there is, although not common, there is evidence of person-to-person transmission. 今年1月，阿根廷中部离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无偌远的所在，传出一个14岁查甫囡仔罗德里格死亡。一个开始，伊是出现发烧、规身躯酸痛，往亲像流行性感冒的症头。病医想讲是天高热，不过伊说伫汉他病毒检测阳性2点钟后不幸过身。El padre le dijeron que por ahí era un dengue, que el dengue más o menos se manifiesta así, pero el cuadro era diferente, que no sabían lo que tenía, que específicamente nunca nadie nos dio una explicación exacta de lo que tenía. 这届载将近150人发生汉他病毒感染的国际邮轮昂迪阿苏号出发的地点，就是阿根廷全球上南边的城市乌苏怀亚。当局怀疑邮轮的乘客都是伫遮香蕉啊，也是参加巴塔哥尼亚森林行程时阵感染。不过确实的原因还佫咧调查。A partir de que una persona se contamina con el ratón, después cuando tiene su afección pulmonar puede contaminar por vía aérea a la persona que está cerca, que es lo que ha sucedido ahora en el barco, que era un lugar cerrado y personas que estaban difuminando el virus. 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因为伫咧明加拉是自今年3月开始，就已经出现大量麻疹的病例，已经有超过4万例遮济啊，其中也造成320外个囡仔死亡。这卫生单位就指出，有真济患者就医的时阵，状况都已经真严重啊，医疗人员也无再调来抢救。急诊室人吵，真着看拢是带囡仔的家长。明加拉对今年3月开始爆发几10年来上严重的出血的疫情，目前已经加起来有超过44000个案例，佮有324个囡仔因为安尼死亡。但是因为病房的床位拢满啊，卫生单位伫咧病院外口佮设立布棚来收治这新来的病人。আইসি থেকে একটু পরিবর্তন হয়েছে, একটু ভালো, তারপরে এখনো বেশি একটা ভালো বলা যাচ্ছে না। প্রচণ্ড ঠান্ডা এবং কাশি হচ্ছে, সেটা আপনিও দেখতে পাচ্ছেন, এবং প্রচণ্ড খিজি করছে, মানে খাওয়ানো হচ্ছে 2 ঘন্টা পর পর, তারপরে বাচ্চার এখনো স্বাভাবিক আসেনি। 13-14 দিন ধরে আবার ফিরে আসছে এই অবস্থা। আর আজকে তো যায় অবস্থা বাজার, মনে করছিলাম না আইব, অক্সিজেন লাগাইছি 103, আবারও জ্বর উঠে গেছে, আর কোনো কিছু খাইয়া পারতেছে।
卫生单位的发言人表示讲，在这波疫情内面，病人主要是6个月大到5岁之间的囡仔，这些病人来治疗的时阵，病情已经是真严重啊，医疗人员嘛无法度抢救，死亡的数字才会安尼一直起来。出片的传染力是真强，传染的途径是包括空气和喙烂。若是去胃着，就会出现发烧和红疹这症头，更可能引发脑水症这并发症。免加拉当局是对4月才开始替全国的囡仔注疫苗，但已经上万啊，全国赶快是出现大量感染的案例。公司新闻由派准翻译。洪州海峡受到封锁，这波斯湾国家的货船是拢无法度出入。不过因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因的海岸线是有通出来到阿曼湾，这大2个港口就成做石油会当维持出口上重要的所在。但即马伊拢煞是来威胁讲，要甲这也列入去攻击的范围内底。超大型邮轮停伫石油码头，准备抵满了后，启程前往世界各地。这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富吉拉甲另外一个重要港口豪尔费坎，拢伫往阿曼湾的东岸。当波斯湾内各大港口伫美伊战争面临无法度运作的困境，这两个港口对维持阿联也是中东各国的石油甲商品进出口都真重要。Horfakan is a port located outsid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It has been acting as a critical national gateway. 路透社报道指出，富吉拉多是阿布达比原油管线尾站的所在。伫美开战进程的2月，原油出口量差不多每天117万桶，不过到3月底，就大大增加到162万桶，起价幅度超过38%。荷鲁兹海峡封闭影响的唔只石油贸易，其他商品进出口也真有影响。所以主要以货柜运输为主的豪尔费坎，开战了后的货柜吞吐量嘛增加2-5倍。We were actually moving about 2,000 containers a week of imports and export. So a couple of weeks after, this actually translated to 50,000 containers a week. We were moving 100 trucks a day before the war. So now actually we move about 7,000 trucks a day. 不过，封锁荷鲁兹海峡的伊朗革命卫队放调，甲攻击范围扩大到阿联的东岸港口，包括阿布达比的石油管线，也有富吉拉港口，拢捌去互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对这件代志，阿布达比石油公司伫富吉拉设会当阻挡无人机的地下储油槽，储油量达到4200万桶的原油。另外，沙加港务公司准备伫内陆兴建100公顷大型货柜场，连接豪尔费坎港口。第一阶段的投资金额达到1亿美金。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美国贸易法院是裁定总统川普推动的甲全球拢总扣10%关税措施违法，要求爱5天内执行判决，也得爱退下已经收到的关税。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去访问梵蒂冈，甲教宗良14世会谈，针对区域甲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美国国务院也强调双方的关系真坚定。俄乌开战以来，国际奥会就建议各项国际比赛要禁止运动员代表罗西亚甲白罗斯参赛。不过，这阵却是宣布要解除对白罗斯的限制。镜头转来看国内，4月中顺利通过荷鲁兹海峡的大速超大型原油船军舰轮，车次是已经载200万桶的原油登来到卖料港。另外，中油车股也有伫咧长远的外海收到驶过红海来到台湾的中东的原油。不过，因为受到这中东局势影响，行政院主计总处是公布上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已经扩大到1.74%，这是来到最近一冬来上悬点的数字。邮轮慢慢驶至货运关卖料港，因为港内还有其他船的社会暂时停在原地，等明仔进入。载200万桶原油，大速海运沿海超大型原油轮、军舰轮，伫7月正式到位。佫是中东战争甲即马第一个为荷鲁兹海峡登台湾的超大型油轮，会提悬大速化燃油产能。我们1个月大概就只有汽柴油，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个200万桶，等于是有一船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炼量是远大于这个东西的。但是这个炼量，这个200万桶，也不是说它通通都可以炼成汽柴油，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油品。
大数化计调解说，这批原油拢是中档级原油，经过炼制了后，会产出柴油、汽油、飞机用油、石化原料等产品。另外，中油也有好消息，为沙特阿拉伯红海沿浦港泄露出发的60万桶的原油，也抢先一步到台湾，为7月开始，就伫桃园沙仑外海增设。这是见证了第一阵中档原油是清洁原油，会生产汽油、柴油、航空用油，对稳固国内油品供应有帮助。交通及通讯类上涨2.66%，那主要是因为国际油价仍然比较高，油料费上涨13.6%。由品种行业看同不计，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1.74%，创近1年来新高。这大类变动影响内底，交通甲通信区2.66%较明显，油料费、火车票、机票拢起。也有基础类起2.06%，因为厝税、燃气、电费甲家庭管理费拢起。专家阁示警率下半年政府面对油电未起，了钱爱吸收，都爱税制。如果那个政府没有办法直接对台电做补贴的话，那当然台电为了要去处理它亏损的问题，就被迫要去涨电价了。好，那当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的物价上涨的压力就会变大。学者认为，目前包含中油未起油价吸收的百亿，在台湾经济发展的带动之下，目前政府能力吸收。不过，若战争时间过久长，或者是个人事件无法度顺利得到挂补，最后压力恐惊落伫百姓身躯，带来通膨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去年高雄美浓一带，互人偷挖沙石偷囤废土，引起各界关注。行政院打着通过土石采取法修正草案，甲这罚金是提悬到1000万。若准违法的行为造成死伤的，相当是会当判无期徒刑。这个表示肯定，也认为得爱聊搁较严的，才有法度阻止因犯罪。抓着车载土沙入去占地场，因应出来土沙气化问题。中央规划伫台北、台中、高雄3港区加通台南南投3地，这土沙占坑加气化场。其中高雄南青计划区占地场1月已经启用，不过业者反映，占地场加民营投资场部分用量较清气的土沙占去，恐惊减少废弃土沙的气化用量。希望政府拟定配套加速气化。土市场以前是专门在处理废弃土的，你把好的土要进去土市场，一个地下室挖起来土市场的定压呢，2方面就要去想，废的土就是要处理完再去填海，那好的土怎样去有效的利用？那岛内底台北有8位合法投资场，其中5岛分别有10至16位，全台湾拢总147位，差不多80%至85%持续进土。高雄美浓偷挖案引起土荒之乱，为了阻止非法偷挖，行政院初次通过土石采取法修正草案，除了提高罚款到1000万，嘛增订相关刑责。意图盈利，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并科5000万的以下罚金，致灾、重伤或死亡，加重其刑，最高处无期徒刑。那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除了加重处罚用来偷挖的怪手机具设备，修法了后也即时没收。经济部讲相关的规范，未影响土石的建设是强势。记者采访报道。高雄田寮有一搭巴拉园边仔竹林是发生火灾，民众赶紧通报消防队来咧拍火，想袂到伫咧现场有发现一个负人人是已经断开啊！伫附近嘛有找到一地炮瓦，警方就推测讲有可能是这位73岁负人人放炮瓦要来赶高山啊，才会引起火灾。结果家己煞无说伫跋倒走袂赴，毋过详细原因也搁来调查。涂骹烧甲乌麻麻，虽然火已经拍关，也是寥寥啊咧庆烟。高雄田寮一部竹林早起有民众通报火烧，消防到规甲火拍关，发现一个负人人倒伫咧涂骹已经无喘气，边仔玻璃园阁发现一地冲天炮。警方表示，73岁姓郭的负人人，敢若是为着放炮赶狗造成火烧。厝边讲，真正伊都捌放炮赶狗火烧2摆，想袂到第3摆连家己的命嘛烧无去，实在是因为台湾狗甲当地农民起底伤忝。在这里糟蹋我们的果园这样啊，对啊，甚至说要跑到我们的猪舍上面这样子走动啊，就这样而已。那他们如果出现大概多几只？都20-30只有。为了干脆放弃啊，放弃，伊就唔爱种啊，无种嘛拢搞这。初步研判，疑似误燃竹林的杂草，
死者于救火的过程中不慎跌入山坑火场，自身憾事。民众讲，附近的狗真正多，过几夜唔那捌来食，佮万去耍佚佗。农民那伫咧园边饲狗仔，为饲狗顾狗，佮定拄用炮仔声来吓惊狗。不止狗放炮仔风险伤悬。台湾狗共存推广协会秘书长就建议，农民会当参考即阵政府咧撒的电网，安全佮有效果。防猴电网伊有补助，嘛有像迄个桃园农改场有开发一款红外线声音的驱赶器，伊有高来也侦测，然后呢，也可乱数播放声音啊，像炮仔声、人声，也是广播电台的声来惊动物。农业局讲，今年甲当田寮区拢总接到2件台湾狗上车市的通报。农业局除了会提供长狗的人以外，即阵阁有补助农民申请电网，希望借着科技的协助，会当减少人甲狗的冲突，嘛避免发生类似的意外。记者柯嘉如、邱朝阳、高永昌报道。来看新竹县的动保团体是接到通报，讲民众那像是不当饲养10外只猫仔，去到现场发现，若是环境惊人里落，就连这猫仔是拢无物件通好食，干那会当食马桶内底水。查出来，原来是这猫仔主人伫4月底出车祸断院了后，这猫仔就无人通干照顾。动保团体是赶紧把这猫仔救出来，送去收容所安置。用电钻破坏壁堵，总算把条地内底鸟救出来。套房内除了涂骹，甚至连面床顶四界拢是鸟屎，环境卫生真无理想。新竹县动保团体5月初4接到通报，讲若像有人是10外只鸟仔咧套房，佫无好好照顾。动保团体新竹县动保所实际来到房间内，就发现有的鸟唔那无物件食，有的已经咬到咧啉马桶的水。我们进房的时候，看见有一只这个猫正在喝这个马桶里面的水，那房内也确实没有干净的饮水，跟完全也没有食物，所以可能他们都非常的饥饿。然后就是有救援出其中一只猫，它在呕吐物里面发现非常多的那个虫。根据了解，这鸟的主人是65年厝的男性，拢总饲14只鸟。鸟的主人伫4月底出车祸了后，因为去住院，房间内的鸟就安尼无人照顾，才会无水、无物件通食。事主他因为车祸，然后4月25就住进了医院，但是后续到5月10号都没有进行喂猫，然后我们立即将猫只进行救援。那现场的房间相当的乱。然后里面的跳蚤的浓度非常高。针对饲主没有能力照出这群猫，当然违反动物保护法第5条第2项哦。那饲养猫只不良的环境，然后也可能有严重致死之虞，那我们将会采取动保法，然后进行将猫只没入的动作。动保所指出，经过检查，这鸟因为环境垃圾，佮加上长时间无人照顾，身躯顶拢已经出现皮肤病，先由动保所安排后续的治疗佮安置，嘛拍算对鸟的主人照动保法进行处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民众会利用火车来运送动物，不过就动保团体是指出讲，这火车咧运送动物的过程无冷气通好抢，也佫会滋，无照顾到这动物的福利，甚至是有可能有传染病风险，所以呼吁农业部应该要加强管理。动保团体人员实地来到代替行李车运送小动物的现场，画面记录到装动物的铁箱啊，也是纸箱啊，直接去用等伫涂骹，而且纽西兰土啊就刻伫个箱底，无法度震动，有诱犬伫个无温度控制的状况下，伫个车厢内一直改，家仔甚至为着要争取空间，全咧卡死伫个纸箱外。爱兔协会指出，这个防运送的动物根本就是活伫个地狱，完全没有温度控制的情况下，会长达16个小时以上，就在这样子的地狱之中。保守预估，每年约有70到100万只的动物不当的运送者。全程无温度控制，无有够的空间，佮无水，生过线的层次甲健康的层次连做伙，恐惊会互相感染，而且死亡的宠物鼠佮会互同伴客去食。动保团体烦恼，这些动物就甲食物、农产品拢连做伙运送，是正大的传染病的空棚。其实它危害到的不只是动物福利，它更是会让台湾的生物安全，还有人畜共通疾病的这个防疫，就是它会面临一个风险。动保团体要求农业部赶紧建立专部长运输福利的规范。农业部表示，虽然6大经济动物以外的动物无纳入运送管理办法的规范，不过也是适用动保法。
在动物的运送过程当中，它必须要注意它的饮水、排泄以及环境，不可以让动物受到惊吓、骚扰、痛苦跟伤害。代替表示，行李车运送动物等相关的业务只占4.2%。针对动保团体指出的缺失，会搁进行改善。那是不是爱开发？农业部动保署表示，只要有违反法令，会转交地方政府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少子化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有民间团体是调查发现讲，若阵政府补助的力头有够大，35岁以下的家长愿意加生囡仔的有到65%。民团指出讲，即马幼囝的津贴送去互照顾，甲家己照顾的津贴是无平济，呼吁政府应该来检讨，互幼囝的补助平等。母亲节特别教路，内政部统计，今年2月出席的婴仔才6523个人，是有史以来过一个月上介低。少子化问题是愈来愈严重。拜四有民间团体开记者会，讲即马幼囝津贴，政府虽然有补助送对幼家庭，却含厝内家己带囡仔的补助金额无平济。民间团体呼吁补助爱平等。就是我希望可以就是补助平权，那其实这样孩子就是像我们当妈妈的，可以有更多选择的一个空间。对，就其实因为经济就是一个我们最大的一个考量点。民间团体针对882个厝内面有6岁以下囡仔家长做调查，发现政府支持度若有够超过55%的家长愿意搁再生一个，其中35岁以下的少年家长，情有意愿甚至会提悬到65%。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甲6岁以下亲生幼囝的家庭也列入去补助范围，落实0到6岁国家做伙市的政策，甲补助平等，提悬家庭生囝意愿。如果我们的经济能够受到一些补助跟平权那我们其实连生第3胎的家长意愿也非常高。那我们今年呢统计，其实是在35岁以下，他愿意就是育龄的家长不只是50%，是高达将近60%多。一笔钱出来，那我可以把这个钱拿来放在孩子的身上，也许他们就会提高一些生育的意愿，以及对孩子的一些照顾。民间团体认为，政府若准参考文化白模式，逐个月发2万的幼囝币，预估单年毋但会当创造2000多亿的经济活动，也挺好减轻幼囝家庭的负担。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中央甲台南市府做伙推动的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伫咧亚太棒球园区正式启用，有设立上先进的室内练习场，带大家做伙来了解。伫老家炮声，总统赖清德、运动部长台南市长和各界代表做伙去安保，宣布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伫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正式启用。这座基地对规划到落成，经过近20天，总算完成。未来会由国训中心参棒球协会联手营运，整合国家资源，嘛代表台湾的棒球培训进入新时代。继续的推动总统的愿景，就是不只是把我们的训练基地，国家训练基地呢，甚至我们把它提升到亚太训练基地，为台湾以棒球来推动我们的外交，好好来营运。那对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对这个场地的充分应用，还有对台湾的棒球运动，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训练基地内底设备真周全，园区包含新棒主副球场、2座小棒球场、甲3座练习场。另外，园区内阁设有独立的封闭式训练空间和练控球的场所，彻底解决过去代表队要练习煞找无场地问题。未来的青棒、成棒，还是我们未来国家代表队，都能够在这边来成为我们跟棒协、我们运动部跟棒协，还有我们这一个台南市，我们一起来努力的一个方向。它从地方的这个棒球训练中心成为国家棒球训练中心，为国家培植这个新一代的3级棒球的这个优秀的选手，这个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市府强调，这座球场唔但是培养国家队的所在，更加是全体市民的财产。未来无论是和这棒球团做来用，也是委外经营，市府拢会坚持以大家拢好的原则，发挥上大的效益。透过中央和地方的合作，会当让优秀的选手伫这个所在甲功夫练好好，继续伫国际舞台替台湾争取好的成绩。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
这棒球队未全量是推出优惠套票，讲只要是台北市民、学生也是上班族，平常时摕证件就会当伫咧指定的区域买一个位送一个位。毋过，就有民众反映讲，顶日伊甲因查某囝去台北大巨蛋要看球赛，这验票的人员说是讲，爱台北市的学生才有资格通使用，要求因就要补票。民众就认为讲，这球团的广告无老实。打上台北大巨蛋世界级的人工草皮，互球员感受大巨蛋。未全量本赛季杀出主场赛后体验活动，除了两队会员，各位主场周间优惠套票民众也当参加。若主场周间套票，台北市民、学生囡仔、上班族，平常时会当凭证件向指定区域买一送一的优惠。不过台北市议员林幸怡办公室人员，也是学生家长的林先生讲，查某囝拜二、初五甲同学买套票，说好验票人员要求补票，说他因为持的是新北市的学生证，所以不能进场，要求他们两个同学都是补票，所以他就被强迫补了大概700块钱的票。林先生讲，查某囝甲同学摕学生证，验票人员讲爱台北市的学生囡仔，要求其中一个新北市的学生囡仔补票。后来表示，其中一个人是台北市市民，2个人也是互人要求补票，因为过超过3工前的退票期限嘛袂使退票，才来当补票进场，因为有哄骗的感觉。他如果觉得学生证不行，他应该要讲得非常清楚哈，在这一个整个图上面要非常清楚。那如果你觉得是你验票人员，你们今天在所有的一个 SOP 的训练上、教育训练上是不足的。未全量回应，迄天第一时间有联络家长，经过了解，当事人初五无完成入场，所以有提供退票甲换票。学生囡仔选换票，搁伫隔天初六已经顺利看比赛。学生的优惠是长期伫推赛方案，因过都无设管期的限制。这是今年大巨蛋主场修正所接到的单一个案，会持续检查现场作业流程，强化内外的沟通会共款，确保球迷权益甲看比赛体验。记者采访报道。2026年台北儿童艺术节6月底要起稿，今年包含台湾在内，拢总有7个国家、34个表演团体要带来将近170场的艺术活动。除了有红仔戏、马戏、音乐会，嘛有创新的布袋戏、摇滚音乐剧，要带大家做伙来欣赏台语的水。现场演出的是一种印尼的甘美隆民族音乐，这是今年台北儿童艺术节的演出团队之一。另外，也会有福卡萨马戏团的亲子马戏，去年拄得到团艺金曲奖的艺兴国，这摆也参与艺术节的演出。艺兴国掌中剧团这摆要搬戏合作到回光剧场版，拍断手骨颠倒用。伊希望透过传统戏剧甲现代剧场的结合，互大人囡仔做伙来欣赏台语的水。用这个拍断手骨颠倒用，其实就是要鼓励咱这大朋友小朋友当不怕失败啦免惊失败成功是咱家己定义的。由台北市政府主办的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已经是第27届啊，拢总有169场的活动，也有6个国家的表演团队来台湾参与艺术节。唔但有剧场内底的表演，也有92场会去社区甲学校演出。市府希望互台北成做一个更较活泼、有创意、更较自由的城市。台湾的文化一直在往前推进，尤其在儿童艺术节里面，看很多年轻的我们的艺术工作者不断的投入，我们的表演艺术者一直投入，那就是台湾的这种生生不息的感觉。所以儿童艺术节呢，它一样的，就像我们在孩子心中种下一个苗，他有机会，他可能也跟大家一样，成为相关的领域的工作者。今年台北儿童艺术节打算对6月30正式起稿，除了表演，也有声音展览、体验工作坊等等，希望让大人囡仔伫城市的无同所在，拢通接触到艺术。记者郭玉琪、林旭凯台北报道。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5月初8推出2026年度展览，要展出9个国家的艺术家所创作的29件作品。特别是伫咧展览当中，嘛会来放送2出重新剪接过60年代台语片。这策展人就表示讲，希望透过这个艺术作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思考身份的问题。适度证明家己的存在。
现场有济无同媒介艺术作品，用画作、电影等等的方式，让观众感受到空间作品的变化。这是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推出的年度展览。今年的主题是“阮当咧食做 We Are Becoming”。展览当中有马来西亚艺术家重新剪接60年代台语片，第7号女间谍加泰山宝藏，是一个靠知青才会当认定的地方。艺术家讲，会经这2出电影，是因为故事背景看起来伫上海甲马来亚，不过拢是伫台湾翕的，比作看起来是别打，其实是伫遮的冲突，嘛反思咱对所在甲身份的认定。所以希望观众在那个游走的过程里面去感受的所谓的此地跟彼方，到底谁是此地，谁是彼方，然后我们又是谁这样子。策展单位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自2018年成立，是重要创意育成文化基地，嘛希望对外推动台湾甲国际对话。伊嘛希望透过展览去思考艺术伫当代社会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嘛要甲民众重新思考甲讨论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展览内底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讲什么人是阮，什么人是咱。有当是讲是咱，有当是讲是阮。但是这个辩证的关系呢，伫这个展览内底想要甲展开。这摆年度展览会伫5月7日起稿，有台湾、美国、日本、越南等等9个国家的艺术家展出29件透过无同媒介呈现的作品，希望和台湾的艺术家甲国际有愈来愈侪交流的机会。记者吴金阳、志光台北报道。诺西亚5月7号要进行胜利日的大阅兵，政府为着要防止乌克兰出动无人机来攻击，对拜日开始就甲网络隆重切断，害这民众是无法度用网络叫车，嘛无法度使用电子支付等等，都有人咧怨叹讲，白事是转去到90年代。莫斯科一间超商7号早起发现行动网络断去，一个人客想要试手机电子支付失败，或者会当成功扣到一个卡片才完成交易。Конечно, если у нас сейчас совсем не будет интернета, нам, к сожалению, придется переходить на наличный расчет. Но, опять-таки... 诺西亚为着防止7号胜利日的阅兵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对7号开始就扩大切断莫斯科都会区的行动网络。当地唔但是 GPS 定位失败，包括网络叫车、网银服务、ATM 领钱也是信用卡、路卡拢无法度。这个大学生还讲，长网唔但是耽误伊写报告，甚至连坐火车拢无方便。Сегодня я поняла, что нужно иметь про запас наличные деньги, как минимум вот это хотя бы. А остальное, музыка не так сильно беспокоит,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как нежели свои финансы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这个查某学生讲，因为火车头现金纳钱的柜台，干到一个人在服务，时间受到延误，还真侪人是赶袂赴车班。不过算外送的这人员生理嘛是爱做，因利用店家 WiFi 连线，总算是当来完成任务。Есть Ростикс, точки разные, где ты приезжаешь заказ забирать, там Wi-Fi бесплатно, он, в принципе, работает стабильно. Вот, ну то есть не мешает это там как-то работе? Если заранее все выстроить, все точки на карте поставить, адреса запомнить или записать, ничего не мешает. Все так же работает. 这项特别的措施暗算会实施到7到胜利日迄天。有关当局提醒民众，未来几天嘛是要面对真侪无方便的部分。事实上，伫这进前，诺西亚已经有真侪摆限制行动网络的记录，亲就是针对边境实施网络的限缩，让无人机无法度回传关画质的影像，而且持续封锁亲像 Telegram 这种有加密特性的软体，来阻止民众串联还是直播。反对者指控这措施侵犯所谓自由，目的是监控人民。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中国的5·1连假，世界拢是人阵吵。惊讲这警力是无法度应付，所以头一摆来出动机器警察伫咧街仔路执勤。这阵 AI 警察唔来掠违规，甚至会当替观光客带路，也佫会当电武术来宣导防止诈骗。穿紫色衣服的同志，你已停车热线，请看看停车线图，谢谢您。过路人拢也未反应过来，就去向点名取缔。5·1连假，浙江杭州市出动中国头一支机器人交通警察队，唔但会当看头看尾，佫会当随掠着民众违规，而且徛较久嘛袂花忝。推荐几个杭州著名景点，为您规划去西湖的路线。除了徛街路掠违规 ，AI 警察佫会当化身亲切的导游。15个机器警察进入西湖景区4个位啊，甲民众语音互动规划路线，佫会当补充交通管理的能力。中午周边商圈活动频繁的时候，那我们投入使用，不然整个人力这个也确实很辛苦。
南杭州有机器交通警察斗相共，广州裕沙岛公园嘛有机器战警，会拍太极拳、加武术，佫是派出所的超级轰炸大赛。如果有機器人同我哋一齊進行巡邏嘅話呢，啲市民朋友會更加願意喺我哋身邊多停留，然後佢哋只有肯聽多幾句宣傳等方面嘅知識嘅話呢，佢哋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啦。這套 AI 警務系統，佫有架一堆強大嘅後彎，針對汽機車無法度進入公園嘅死角，警察就騎時速20公里嘅電動平衡車來軟控，加上空中嘅無人機監控，打造無死角嘅救援甲慰安網。人民反詐一條心。越秀公安與你行。在科技的加持下，警方對單一的人力巡邏轉做人機協作的模式，過無偌久，可能這頓會比愛心的 AI 機器人警察就會當成做中國廉價慰安的新主力。公視新聞林義主編譯。最後，咱擱再來關心今仔日各地台氣象。北部地區22度至26度。中部地區23度至29度，南部地區23度至34度，東部地區22度至29度，一個外島地區18度至28度。感謝您收看今日的公視台記台早起新聞，我是鄭雅準。咱後禮拜一同一個時間再會。